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一种要深刻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客家人漂洋过海到台湾，遇山靠山，逢水吃水。客家人凭着坚强的毅力，在许多新的地方安身立命，也将原乡的维生技艺带到当地发展，同时也学习并融合当地的风俗及习惯，逐渐内化成台湾的客家文化。这些文化及工艺，有些可能独树一格，但是更多却是跟我们生活密不可分。今天我就要去寻找这些在客庄的工艺文化。早年客家人一向以务农为主，因此老一辈的客家人常说，若是没有具备土笼、冲臼、鼓风车这3项农家必备的东西，根本吃不到米。很多人知道冲臼跟鼓风车是什么，但是没见过土笼。在苗栗的南庄街上，有一位86岁，据说是台湾目前少数会做客家土笼的老师傅。这个土笼啊，它就是把这个刚收成的稻谷啊，把壳跟米把它分离，分离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它的壳跟米都会分离，然后就经过风舟这样子吹，然后它们的那个米跟壳就会分离了。是的，这就是我今天寻找的客家土笼。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土笼是客家先民早年用来碾米的一项工具，而且十分普遍，几乎每户农家都有一个。其实早期在农业社会的时候，这个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具。对，以前是没有土笼是不能生活，就有3个东西合起来，才真的有白苗子。以前是这个东西加那个风车，还有你刚刚讲那个岛。哇，那其实这个对过去的生活来讲是缺一不可的。哦，不能接的。所以以前的人哦太辛苦，有下雨天才磨谷，晚上吃饱饭以后打米。以前的人利用土笼来磨米有多辛苦，没有尝试过怎么会知道？所以阿爸，我是不是这个这个是可以操作的嘛？对。那我来试看看。你这个推要用力，拉也是要用力。好，推。用力往后。这样不要看起来你拉很快，推也很快，这样摸到远远的，看不出来是这样子啊。看起来应该是很轻松的。轻轻的出力，然后沿着那个旋转就好了。对，那你看很困难的样子。好，其实是轻轻的顺着这个，哇，真的磨了几圈，真的不简单。哦，原来它是有那个要推那个借力使力的那个力量，要推拉的力量。所以它这样磨的话，它就会把那个稻谷的壳跟米把它分开来了。是不是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旁边这些都是吗？这些都是磨完出来的。对。这些磨完的时候要从后面那个风车把稻壳跟那个米吹出来分开。阿爸今年已经86岁，从15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做土笼，至今已经过了71个年头。虽然中间经过半世纪之久，没有再制作土笼，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却让他再度与土笼结上不解之缘。差不多前10年，我那个斯坦有一个亲戚啊，他说：“我很久没有看到土笼，叫我做一个给他了。”我就跟他做。那阿爸过去啊，就是什么样的人会来找你做这个土笼啊？以前的农家全部一家就有一个土笼。
以前客家话有一句话哦，当龙我是给三面人就来这样子。是什么意思？想要吃的，那个师傅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杀鸡，准备丰盛大的给那个土龙师请那个土龙师，你才可以有新的土龙好磨。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呀，那时候平常做那个泥塑了，木匠了，那一天比如说1000块，我们是可以做3000块，哇，三倍的钱。哇，那就代表土龙在当时是非常有重要性。还有一句话是说，亲神给他当一撮龙，我一个神家的全部放到这个土龙，一个就做完，很贵的东西，以前啊，你想要做一个是不是那么容易？虽然土龙曾经在客家农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因为复杂难做，再加上时代的演变，所以目前阿爸也只有孙子一个人，准备传承他的手艺。哇，如果有机会啊，我来跟阿爸学这个土龙的制作过程。很难学，很难学吗？你说你目前学多久了？学了8、9个月，然后还有学成了吗？只能说5成吧。5成而已，哇，9个月5成，哇，那就代表这个学问是非常多的。当初怎么会想要跟阿公学这个土龙？当初是因为小时候第一印象看到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外面看也没有看过，就只有我家才会有，然后一直就很好奇，就是说这东西是什么。高3的时候，才会发现，才知道说土龙这个东西它具有历史上的价值，然后这东西不好好保存，实在是有点很浪费啊，所以就找个时间，寒假的时候跟阿公来学这个东西。就希望把这个传统把它传承下去。我把土龙当作我阿公了。哦，真的，哇，好感动哦。所以那现在学到这个过程啊，你觉得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因为它编制的时候很复杂。你看这些东西，它是用很厚的纸去编的。那么厚就不好编，每个细节、每个编法都不一样。这个是一个编法。这个里面这部分也是个编法，龙衣这部分也是个编法，很多编法集成一个土龙，就会比较难学。所以它就是很多地方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把它编织起来。然后刚刚又讲到那个竹子也要挑过，然后不好的竹子也没办法做出这么细的这个，像我看到这里就是这么密的，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很繁复的，慢慢学的。要做土龙真的不简单，除了要将竹片剖成适合的长度、厚度及大小，然后层层叠叠的编织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会将下笼的红土夯实，在街面留下纹路。但是我最好奇的还是想问阿爸，他到底做过多少土龙啊？阿爸，我可以帮你什么？对啊，对，你可以做啊。好，试看看。上面3根，三个都拿下去。上面2个拿上来，然后你放一个，然后三个拿上来，3个拿上来，2个放下去，一直交叠。对。阿爸做过几个？做几个啊？那我知道我做1000多个。1000多个？对，但是停下来那么久哦。没有停下来，我1年差不多做100多个哦。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没有人用啊。现在只有展示感。做展示的。做展示的。听到阿爸有点落寞的说，现在没有人要用啊，突然觉得难过，所以也就更加努力去学习土龙的制作。阿爸，你当初是跟谁学做这个土龙？是跟爸爸吗？对，学做这个。我爸爸。因为我好像没有看过这个土龙，没有看过。对，我没有看过土龙。差不多50几年没有用了。一般像你们年轻人全部都不知道。对啊，没有看过。所以这个是早期的磨骨机，就古董就对了。阿爸，这个是不是有分上笼跟下笼？对，这是上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上笼。上的。现在是在量这个它的长度，对，大小了。大小。
等一下就是要把它就是围起来了。目前我正在学习如何编上笼，接下来还有更难的下笼在等着我。那这个是要怎么样子刻出来这个刻痕？又量不出来，讲也讲不出来。就自己眼睛去看，结果怎么样去做？都要全靠经验。人就在那个躺着或者这样的姿势这样的姿势这样挖煤有的呢甚至还有这样挖，它并不是像这么大的洞，它是这样挖的它是这样挖的。有看到吗？这个难度就在于，其实只有一点点的角度可以去挖这个煤矿了。阿爸，这个捆好的竹子啊，那接下来是要做什么？做土笼的上层。阿爸，那个上层是不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土笼嘛？对。那上层是不是就是这一块是上层？对。然后这是下层。这是下层。那我们现在做的是就是这个上层。对，就是这样子。阿爸也是一样，就是这样子前后捆吗？对啊，这一样。哇，那阿爸，你刚说你做过1000个，1000个是很多的，很多做1000多个。那通常都是在家里做，还是不是出去做？是到对方家里吗？对，但是很重的东西啊，所以没有去到他家做不行啊。那等于是要住在对方家里这样做完成它，对，做完成。原来早期的土笼师是要在对方家里，然后完成土笼。对。所以是这样子一圈一圈把它围起来，然后围到就是竹子都满了，这样子就好了。对，这个上笼就完成了。对。除了上笼的竹编之外，我对下笼也很有兴趣。下笼的接面是用苗栗山区盛产的红土作为原料，夯实的时候会在笼齿落差处留下线条。磨米时，上下笼相互摩擦，就能将骨皮磨去。红土是很干净，没有别的杂的东西了。可是红土啊，会不会是需要加什么吗？不然不会长一些虫啊？对，还是什么？要加盐巴。那个是要加盐巴进去的。对，加盐巴。所以其实以前就是因为红土算是就地取材嘛，当时的生活就用那个红土来制作这个土笼，所以会比较结实、比较光滑，还有里面要撒盐巴才不会蛀掉。对，才结实。你看就知道。一打好硬哦。对，很硬的。如果你没有盐巴，没有这个红土，是做不到这样的。所以它很结实哎。对，所以是这样好。是不是也是因为它这样结实，才可以让这个把这个壳把它磨掉？对。那这些刻痕是要用来做什么的？没有这个刻痕它牙齿还有那个泥土去做，有牙齿没有泥土，是要磨那个骨壳啊，磨不掉。没有办法把那个米把它骨壳磨掉。骨壳磨掉。所以这个刻痕是来自就是要把这个骨壳磨掉的最重要的关键。对，有关系。原来是用这个，然后让这个壳把它磨开来。对，就是这样的。一道一道慢慢的。对，慢慢做，就是这样的。牙齿，看那个泥土，是要抻土是这样子才刚好用。如果你有牙齿，这个泥土没有的话是磨不掉。那这个是要怎么样子刻出来这个刻痕？又量不出来，讲也讲不出来，就自己眼睛去看，结果怎么样去做？都要全靠经验的，对，是没办法，就是算出来或讲出来，没有那么好，因为这个刻痕是非常的精细，就是这样的。
哦，一道一道慢慢的，对，慢慢做，就这样。哇，阿爸的意思说，其实这个是完全要靠经验的，然后是没有办法量出来的每一个等距的距离啊，而且如果你太开或是太密都不行，就是它磨出来的稻壳就会品质不好，所以其实最关键就是在这一个痕迹。阿爸是这样吗？对，这样子。哇，其实啊，我觉得啊，体验下来啊，我觉得土龙啊，它算是一个回忆，就代表过去的生活自给自足的农村的智慧。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吃到的米啊，跟过去的米其实味道是一样，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啊，过去人能吃到米啊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可贵。也因为这个土龙啊，让我了解过去人的辛苦，跟原来这个土龙是帮助过去的人可以把这个米啊吃到嘴巴里最重要的器具。对。哇，那阿爸你一定要一直继续的做这个土龙哦，让大家看到，然后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对。自小就常听说，由于客家先民到台湾都在偏远的山区垦殖，因此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跟山林有关，如樟脑、伐木以及开采煤炭。今天我就要到当年以煤矿闻名的苗栗山区，一探当年客家先民开采煤矿的生活样貌。阿爸，哦，你很早嘞，你从哪里来？啊，我从台北过来。啊，台北过来哦。阿爸，你怎么在这里？啊，我以前我是在这里的矿工啊，在矿工在这里工作。阿爸，就是这个矿坑吗？对，这个就是矿工，在叫做甜美煤矿。阿爸，你可以带我了解一下吗？好，因为我刚好是要来找这个矿工。是吗？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洞口是把它封起来了？因为海上煤矿嘛。海上煤矿2次的这个煤矿爆炸了以后，矿务局觉得这个矿业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所以然后呢就开始通通全省的所有煤矿就把它封闭起来。哦，那好可惜哦，因为我原本想说来这里看看，可不可以看到这个煤矿里面的，但是我看到前面有一个洞。这个洞是吗？我告诉你来，这个洞可以看得到里面吗？看不到，也看不到。原本台湾兴盛的煤矿，却因当年的海山煤矿灾变，所以被迫全部关闭。阿爸还跟我说，虽然收入丰富，但是矿工的生活真的很危险。每次进矿坑都是在跟老天爷搏命。因为在以前煤矿啊，在海山煤矿有没有2次这个灾难嘛，所以封闭起来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东西本来是封闭的，结果呢，有好奇的那个对这个矿好像有意义的人啊，他说我就把它敲开来进去看看。现在里面还是有危险的。进去危险，现在因为它有漏盘，还有 CO2， 空气不良，会影响到。以前就有这样啊，从发生一次，就是那个 CO2 二氧化碳中毒的时候，结果他有一位同事啊，就说，他已经倒下了，你为什么你不去救他？他说不要，不能去。结果我们很好的一起工作呢，为什么我不去拉他呢？结果呢，他一去拉，一样是倒下，结果就没有救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矿坑里面这个危机啊，随时随地你都要注意，从头上的落盘，从你的空气，从你的电灯，从你这个支柱有没有做好。支柱没有做好，它也会漏盘啊！哇，阿爸，听你这样讲，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就是其实以前矿工都是蛮有危险做这个工作。阿爸还说，别看洞口感觉很大，其实矿坑里的工作环境很差，而且能够活动的空间也很小。阿爸，刚刚这样听完啊，就觉得做这个矿工啊是非常的辛苦，而且随时都会冒着生命的危险。我告诉你哦，现在你看的空洞是这么大，就早期是在台车运煤的交通要道，所以才有这么高这么宽。其实它挖煤的地方，就是只有2尺半高，2尺宽，就像这个洞一样这么大，人就在那个躺着或者这样的姿势哈，这样的姿势这样挖煤哦，有的呢甚至还有这样挖，它并不是像这么大的洞，它是这样挖的哦，它是这样挖的，哈，然后呢，
你在挖的时候，上面怕漏盘嘛，所以漏盘你这个石膏就要敲这个石头，是不是很坚硬的声音？还是那个不稳固的声音？那你听到不稳固的声音的时候，你随时呢要加这个柱子，柱子做好，然后呢我们才可以离开。难忘当年的煤矿生活，退休后的阿爸自己复制了一个跟当年一模一样的矿坑，还搜集了当年的矿工装备，并且对于历史及用途都如数家珍，可见这真是他的宝贝。矿坑前面好像都会种这个树，是为什么？第一，这个是比榕树嘛，然后呢，为什么矿工老板一些工作人员不会把这个比榕树砍掉呢？因为矿工里面的空气不良，这个叶片很大，然后呢，它扑出来的芬多精很多，对我们的矿工的气管很多帮助，所以我们也就这样做下来，就这样。这是我们客家话叫鲁基耶，客家话讲鲁基耶，鲁基耶，这个学名叫做比榕树。这个模型呢，完全是以矿坑里面的构造，这是当时的工具。这是当时的工具。但是我们要进到洞里面的时候，一定呢，我们要领这个电池。这个是现在我们叫做卡片。那么在早期这个就是这个名牌。比方说你要领这个电池咯，这个电池我交给你了，交给你以后呢，这个名牌我就在这里挂上，挂上了以后呢。那你下班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电池交给我？然后这个牌你要拿回去。若是说你没有拿回去的时候，表示你还在洞里面，是不是发生意外？或者还没有回家？是不是等于现在的那种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对，是一模一样。那我看这个帽子跟这帽子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对，这个安全帽呢，在民国30年代它并没有塑胶的。是用帆布做的，然后民国40年以后呢，就有这个塑胶，那塑胶这个帽子，因为它很薄弱，而且呢，你看看这个接线会闪中火花，闪中火花容易爆炸，然后呢，灯不亮，你没有办法摸索，还有这个电球，因为洞里面潮湿那潮湿的时候容易坏掉，所以呢，这个又另外做一个。准备的，这个坏了，然后这个准备的有没有？拿到这里更换，那你才可以能够工作。哇，那阿爸你这样一讲的话，那以前这个不是很容易就会发生爆炸，那不是很危险？对啊，所以这个很危险呢。然后呢，安全帽又不安全，因为很薄弱。你看，我戴在我的头上。你就可以敲一敲看看，那我轻轻敲。对，可以，没有关系。你看，你听起来这个声音就这样。所以呢，我当时的时候就是为了戴这个安全帽，所以我的头呢被这个上面的烟盘大石头压下。你看我头破了这么大洞，这个洞血流如注，用手这个压都压不住，所以产生的危险。然后我们矿务局，然后才更换这种。那个厚度、安全，不会闪中火花，这就是改良过的。对，改良过的里面第一是温度很高，35度左右，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带这个茶壶。若是你没有喝这么大壶还不够吃都是一天到晚，因为流汗流汗完全要怎么样？流到他没有汗可以流，所以说矿工一般来讲都。要吃盐水，因为补充我们的水分盐分。对，所以比较咸。阿爸回忆起当年的矿工生涯，虽然充满危险，工作环境不佳，也因此头部受重伤。但是问他当初为何坚持着这份工作，他只是淡淡的表示：在我们这个乡下，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没有公司，没有工厂。也没有什么职业可以做，反正你一定要到煤矿去工作。小时候我妈妈送便当给爸爸吃的时候，那我小孩子工作看到我爸爸，我不认识他，结果呢，妈妈，你为什么不叫你爸爸？我说爸爸，我根本就好像一个那个黑人一样露出他的白牙齿结果原来是我慈祥的父亲没有想到。
这么辛苦的工作，为了环境，我爸爸就问我喽，你说这个工作辛苦吗？你要不要去？你不去，你要不要吃饭？那我当然我说我要吃饭。那你要吃饭，那你就一定要跟爸爸来去工作。结果呢，不知不觉一直做到有煤矿，做到就没有煤矿。那么煤矿的工作第一吗？薪水很高，一天的工资啊，或者2天的工资就有当老师1个月的薪水。那但是这么好赚，但危险呢，真的就比例太高了。所以矿工这个行业真的是用性命换来的。对啊，所以早期我们那个矿工有一句谚语啊，就是说当矿工，已经埋了，还没有死。那么当船员呢，就死了还没有埋。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吗？矿工已经在上面的都是石头嘛，已经埋在洞里面了，已经埋了，但是还没有死啊。那么呢，船员呢，工作船嘛，但是他已经死了。为什么船很危险啊？风浪大啊，然后他死了，但是还没有埋啊。哎呀，这个谚语，对，有这回事，很有趣啊，对。阿爸同时也问我想不想进去感受一下当年他们在阴暗、漆黑、狭小的矿坑中工作的感觉。听凯哥这样分享完，那我之后我要回我那个乡下阿婆家啊，就是每面墙啊都要去给他敲看看，然后去看里面有没有藏一些金银财宝。那这个是我们烧制我们作品的时候，我们会用这种灯窑来烧制我们的一个作品。这个也算是灯窑，对，因为我以前看到的灯窑大概都是有6个啊、8个啊以上，这是2个。对。那阿爸，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挖这个煤矿？挖煤矿是吗？好，来，第一这个是一个叫做巷道，这个巷道是一个这个台抽有没有？所动的那我们呢要挖煤的时候，要从这里好，从这个有个小楼梯，是要爬上这个上面，然后再进去，一直爬到上面去工作。那从这个里面挖煤矿，从上面是挖煤，这是很矮，也很狭窄。那我进去看看。好，那你去体验，这个十字高要带上好，对，体验当时工人的辛苦。然后呢，你弯腰的时候，你都背不要涂上去会被上面的那个石头刮伤好，那我就上去喽。好，那就上去体验一下阿爸说那个背不能拱嘛，对不对？背不能拱嘛，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趴着，然后往上，对，然后这样挖。那石子高呢，再进去，这样对，你这个脚呢，这个脚靠这边出力，这里不是顶坐上那个柱子，顶这里，对，顶坐，好小心，好，顶坐开始工作。这样挖，对，这样挖。你头不要这么高，要低一点。对，好，开始挖。好，对。阿爸，其实这样子是很艰辛的那个动作因为我其实这样施力点很难施力对呀。有看到吗？这个难度就在于，其实我只有一点点的角度可以去挖这个煤矿了，我完全没有上下的空间，就是这样子慢慢挖，一点点的挖。发现其实非常的有难度的原因是因为整个人的身体是要摆斜的，然后他挖的那个角度是非常斜的，然后其实它的那个距离就差不多就只有我一个半只的小手的这距离，所以我拿这个锄头我一拿起来的时候，我另外一个手肘就开始痛了。阿爸，你说这个以前要工作几个小时？你觉得你这样挖了几下，你就很辛苦了，是不是？是很辛苦。我告诉你们，我们最近都要6小时到7小时，6小时到7小时。对。然后都是用这个姿势吗？你可以换边你右边辛苦了，可以换左边左边挖了以后呢，因为你有挖了有挖了煤以后呢，你把你的十字高放下，好，然后呢，再换边是不是？不是换边，这样躺下去，然后呢，你就2手在后面，这样休息一下。对。
不是休息，两只脚呢要推这个煤，这个煤要用脚用这样推下去。对，这样对。所以以前就是手跟脚都要并用去。都要。哇，那这样有6、7个小时，这样子是很辛苦又很危险的。为了生活，一天若是你没有挖了2台抽啊，那你家里就没有办法可以生活了。我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是在于它的那个角度啊，就是我刚刚就是我的那个角度是要非常斜，可是其实我一只手都要撑着，所以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用那个力，所以其实我拿那个锄头是只能一点点的角度挖，慢慢挖，然后再用那个榔头慢慢的把它弄下来，然后现在再用脚再慢慢的把那个煤矿推。所以其实整个人都是保持其实斜躺的那个姿势。对。哦，所以以前全身黑，就是因为就是那个煤矿都就在那个煤粉啊，连嘴巴啦什么都有，只有牙齿才是白的啦，是这样的啦。原来真正的挖煤矿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除了要半躺或侧躺在狭小空间内，挥舞着钉子镐，一点一点慢慢地敲打着坚硬的煤层，然后再将挖出来的煤矿用脚踢到后面，再以手推车推出去。一天工作6、7个小时，都是在阴暗、潮湿、闷热的地洞中，不能立起身来，还要随时注意坑洞岩石的状况，可以说是天天在跟老天爷搏命。体验下来这个煤矿业啊，我觉得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其实它是比一般行业辛苦，但是最大就是心理层面的那个压力。你已经知道这里是非常危险，随时会爆炸，然后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其实当时啊是真的不容易的，要来做这个煤矿业，所以就是还蛮心疼他们当时做煤矿业的这些劳工，然后在这边挖煤矿。所以今天的体验让我感受到当时的辛苦。苗栗一带的山区向来以盛产红砖闻名，因此造砖工艺也就兴盛繁荣。我今天到生产各类红砖的客庄砖厂，就是要来寻找客家先民在此展现的工艺。看到砖厂前面立了一面墙，墙面上有面习字砖，这让我想起国小时候学习书法的情景。哇，我第一次听过这个习字砖。习字砖呢是早期生活比较困苦，那当时买不起纸张，所以会用这个砖上面当成纸张来使用。哇，第一次听过这个，我想赶快进去看看还有什么特别的砖块。走。接着看到广场的墙壁上镶砍着描绘了一些人物的砖画。制砖经验超过20年的易大哥说，这不只是砖画，而是在讲述苗栗客家人制砖的历史。台哥，我看这个砖块上有刻一幅画，这幅画是不是就是早期客家农村生活来开垦的一个情景啊？对，这个早期，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大安溪的河床，它的流道是有8、9个流道，后来在整治之后，这些河道就变成是荒漠，里面很多的这个历史。那为了让它变成良田，我们就用那个轻轨，然后加上板车，这边的居民就是刻苦耐劳，把这些历史透过这个板车，把这个缆车载到我们去做田埂或是驳坎，然后再把这个好的这个土壤覆盖在土地上，然后开发成一亩一亩的这个良田，然后生产院里这个很美好的这个稻作，然后变成我们苗栗的谷仓。海哥，那前面这幅画是有什么含义吗？这个是我们早期大概民国30、40年代那时候，农村的社会，而且那时候交通并不是很发达的时候，那是靠这个我们的牛车来载运货物。像这个牛车是载那个甘蔗，那我们有一个轻轨，就是从这个山脚到院里街上。那一些老人家他可能生病要去街上看病，他就坐着这个轻轨，然后用年轻人把他那个推到这个街上，这个在5、6公里。那也许结婚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来做，也许这个礼车啦，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很好的这个交通工具，所以这个当初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客家庄可能到街上看病啦，或是嫁娶的这个算是礼车啦。有一个专门的轨道。对。烧窑在这里算有几年的历史啊？已经有43年了。43年。是。那我们这一壶是早期砖窑生产的情形。早期的砖经过一次切3片，
切好之后，就透过许多的理工或是工人，就把它搬到我们这个广场来，做这个晒干的工作。那晒好之后，再进到隧道窑去做燃烧。那烧好之后，它就会用那个我们的牛车，装载到牛车上面，用牛车载运到我们的工地，也许就载运到火车站，然后再到外地这样子。所以这一幅画就是最早期的那个土窑。对，这个小型的窑，因为早期的窑比较简易，它产量比较少，而且那个砖坯不是用现在的烘干窑，而是用广场的那个日晒来做烘干的一个活动。只是我很好奇，为什么红砖的产地大多在客家庄，尤其以苗栗最兴盛？那当初为什么客家人会看到这里的土壤是可以烧这个窑的？因为苗栗它有82% 的山坡地，那它有很好的这个苗栗土，尤其我们使用的大概是叶泥岩，烘化的叶泥岩，它的粘性还有它的土质是最好。除了它是靠近原料的产地之外，这边也有很好的燃料，包括燃庄的煤炭，然后那个我们这边有铁砧山的矿场有天然气。所以苗栗的这个砖窑陶瓷，也可以说是窑之故乡。它各种窑种，包子窑、灯窑、轮窑，一直到碎窑，各种窑种都在苗栗都很齐全。接下来看到许多不同形式的砖，有些在其他客庄见过，有些却很陌生。像是客家伙房寺庙老街都会用砖。那个砖是有分很多种类吗？有，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一般生产的砖它因为堆砌的关系，所以它有不同的这个水痕。那像这个的话是一般的普通的砖，然后这是比较讲究它的色泽均匀，然后那个棱角比较方正。这一般就是放在那个我们所谓的清水砖，砌好之后就保留这个砖的本色。它就是表面看起来比较光滑，对，颜色比较均匀，色泽均匀。对。这个我在那个南部的客家庄中有看过，这个就是它就是建筑上就是很像乌龟，所以那时候就是有长寿的意思。这个是柳条砖那可以透气，然后又有稍微有点穿透的感觉，可是它基本上是有点阻隔。那这个有很好的一个含义，它这个形状看起来是像小乌龟。那这个一般用在这个栏杆或是一个窗户的地方会看得到。那我们另外像乌龟的部分有这个六角砖，这六角砖一般我们就会铺在这个我们的那个厅堂，拼起来就像乌龟的龟壳，代表是长寿。一般在那个我们的主厅的地上都会主堂的那个地板，对，就会铺这个然后我们的厅堂的外面两侧就会有这个比较常见，这是属于这个窑后雕。我在有些客家庄中有看过，对，它可能就在我们厅堂外面的两边的墙壁，有这个有类似蝙蝠的浅雕的砖雕，它就是象征那个福来嘛。对，天官赐福，或是这五福临门，五福临门也有，起那个谐音哇，我觉得客家人会在这种雕饰上面会加很多意思它的图案，然后就象征很多含义在里面。对，它所以不是只有是一片墙，是代表有生活的一个祈福啦，或是对于下一代的一个期许，都是透过这个砖雕来把它呈现出来。除了几种造型不同的砖之外，易大哥说，当年这些富贵人家才能拥有的红砖，其中也藏有一些故事，要我猜猜看。早期的建筑里面有一些用那个土嵌就是那个粘土跟粗糠做的那个粘土块，一块块堆积起来。可是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怕潮湿、怕雨淋，所以它改良为下面用鹅卵石砌，一块一块胶钉砌好之后，上面再用砖。那砖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比较昂贵的建材，所以砖的时候在使用的当中，它就是在外表还有那个隔层，那中间的部分它用的还是土，因为它全部用砖，在当时是相当贵的一个材料，在当时来说，砖都是大户人家才会使用砖。你看，其实是有玄机、有故事的。有故事，可是因为它墙，然后都已经填满，还是会放一些贵重的东西在里面吗？不错，老贤很聪明。早期的长辈，他盖这个大宅院，他会考虑到他的下一代的
未雨绸缪。那他可能就在这个中间的那个填充的空间里面，他放一些糯米糖糕，这样就可以度过饥荒，免于饿死。一个食物的一个银行了哈，食物的银行。是那不止这个，也担心说他以后可能碰到这个家道中落，然后无以为生，甚至要卖掉大宅院的时候，他会在里面某一个夹层放了一些金银财宝，然后利用这些金银财宝再来重振家道，免于把这个古厝卖掉，流落街头。所以早一代的人，实际上对下一代的这个爱护非常的深。哇，听泰哥这样分享完，那我之后我要回我那个乡下阿婆家啊，就是每面墙啊都要去给他敲看看，然后去看里面有没有藏一些金银财宝。在回去翻找阿婆家墙壁里可能藏有的宝藏之前，我还学到一个如何辨别好砖的诀窍。它摸起来的感觉有一点点像豆腐的感觉。就是滑滑嫩嫩的。对，那你再加一些水，再加一点水。好。哦，有开始了，开始磨出来了。好，没有把它做漂亮。好，就是有我自己的原创的作品。对。那我们一般砖如果有烧手的话，它在搬运或者就有那个金属的声音。哦，对，我有听说，就是真正好的砖啊，敲起来是要有这种清脆声音。对。好，那我来敲看看。哇，真的是那个清脆的金属声音。对。然后我是听说，如果是敲出来是蹦蹦蹦的声音，就代表这个砖块是品质没有那么的好。对。所以以后要挑好的砖块呢，就要听到这个声音。耳中还响着红砖清脆的声音，我告别了易大哥。临走前，易大哥告诉我，苗栗山区的土质好，不只适合做好的红砖，长久以来也以陶器闻名。海哥，我听说你们这边还有在烧窑。对。那你们这边是用什么窑？那我们这边主要还是用瓦斯窑跟柴烧来烧制我们的作品，这样。哦，瓦斯跟柴烧吗？对。那可以带我去看看吗？哦，可以啊。好，那你进来去参观一下。泰哥，这个看起来造型也像早期的这种土窑。对。那这个是我们烧制我们作品的时候，我们会用这种灯窑来烧制我们的一个作品。这个也算是灯窑。对，因为我以前看到的灯窑大概都是有6个啊、8个啊以上，这个应该是1、2，这是2个。对，这个也算灯窑。对，早期呢，那我们像我祖父辈那一代，他是用这种的灯窑来烧制，它是8灯烧制的时间可能要8天。7天很长的一个时间，只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要给它一些效果，所以我们会比较缩小版的一个窑来烧制这样。而且灯窑啊，我觉得它就是有个智慧，我觉得很厉害，它就是热源啊是由下往上，慢慢的把热源往上这样烧，然后保留那个热度。对，因为它这个没有压力，它纯粹就是看天，比方说它的天气虹吸作用好的话，它的燃点就会高。所以说就是看烧柴的人的时候，他怎么去投柴，怎么去控制他整个窑温的一个设备这样。而且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柴烧啊，因为柴烧啊，它有一个天然的釉色，很漂亮，而且作品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每次那个作品烧出来啊，然后的那个天然的那个釉色好漂亮哦。对，它主要就是说不上釉。那烧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些落灰，它有一些质感，它有一些阴阳面，它呈现的不同的特色这样。对。那我们是第一代由我的祖父从福州过来，他们就来这边落地生根，开始传至第2代，我的大伯、我的爸爸、我的小叔。那现在我们传到第3代，还是一个整个家族的来做我们的这个一个作品的这样。那目前我们还是本用手工去做陶，那从大缸、水缸到生活陶。那完全是用手工制陶这样。哇，其实手工啊是我觉得最有温度，而且最有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对，跟机器就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既然来到以陶艺闻名的苗栗，怎能放弃学习制作陶器的机会？李大哥一口答应教我制作。他说我是新手，先做个雷波试试。好，现在就要来做这个雷波了。对。好，那你要控制那边。
我这里是控制它的速度。对，要放中心，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中心，那加点水，我们要先拍。是。对，一点点水。对。好，你就润滑就可以。好，润滑。对，好，你试试看。要开始了。对，你要控制它的土。它摸起来的感觉有一点点像豆腐的感觉，就是滑滑嫩嫩的。对，那你再加一些水。再加一点水。好。好，你要慢慢的，对，好。哦，有开始了，开始磨出来了。好，你像剥橘子一样，这样慢慢剥。我的大拇指要用力。对，整个就像灼心一样啊。对，好，慢慢来，好，它是不是慢慢就出来了？哦，慢慢成型了。对，好，慢慢来。太开了。哦，这样太开，那我要把它要缩小一点。对。哦，还可以再调整。对，还可以调整。新手终究是新手，这种客家人传统的手工艺，怎可能说会就会？果然，虽然有李大哥在旁边帮忙，我还是把原本要做的雷波做成了雷碗。好像没有把它做漂亮。对，这样可以吗？这样变成这样，这是有一原创的感觉。对，你看我们要这样哈，这可能你拉塌掉了，这可能不行了。这个不行啊，对。好，那我们马上我知道了，马上补救它。比方说我们因为这样哈，就变成一个雷波了。要不要？那我们是要补救它？补救，现在不能补救了。哦，不能补救了。不能补救了。好，就是有我自己的原创的作品。对。我独一无二的雷波盘，就在现在已经把它完成了。我们过去吃的米以及用的砖跟陶，跟现在其实差异不大，但是中间却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故事在里面。今天刚好有机会去了解这个100年传统产业。我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土龙师傅的孙子，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已经把土龙当成他的阿公。林弟弟说的是青春，林爷爷却说的是人生。那他们都在努力地保存这个传统文化，也透过这些过去，让更多人学会珍惜、学习饮水思源，让我看到了客庄的百工图苗栗。